各位親愛嘅聽眾，各位親愛弟兄姊妹，喺13年裏邊，祝福大家身體更加健康，每日活得更加有意義，更加開心。你係基督徒嘅話，期望你嘅靈命呢更加成長。喺今日想同大家一齊嚟帶去探討呢，就係工廠大廈有教會進駐喺當中，究竟好定還是唔好呢？咁樣嗱，因為喺去年嘅12月18號，咁啊其實好似好遠，但唔係啊，其實2-3個禮拜前啫。《東方日報》嘅頭版呢，就賣喺大圍有一間嘅工廠大廈呢，就有幾間嘅教會喺度，咁呢就好多嘅人就擔心，哇，咁呢就唔安全啦，咁呢影響到其他人啦咁樣。咁我自己用一個實際層面嚟帶去睇先啦，咁然後再同大家探討嗰個法律嘅問題。我喺工廠大廈做教會呢，其實非常理想嘅喎。第一，因為多數嘅教會喺禮拜日先用嘅，咁工廠大廈呢，佢多數禮拜六、禮拜日呢，佢就唔使開工嘅，咁所以呢，就唔會影響到啲咩嘅人。工廠大廈亦都唔係喺民居嘅隔離，咁所以呢，對周遭嘅人嘅影響呢，唔會太大。第二，工廠大廈呢，就樓底非常高。咁咧，而且咧冇咩柱位，咁啲柱咧好粗好大，但係咧就好遠先至一條，咁所以我哋做禮堂嘅話咧就冇咩遮擋嘅添。佢嗰個嘅租金以前係較為便宜，咁所以咧你可以用較為闊嘅空間咧嚟帶去做一啲嘅工作。咁啊，最大爭議性嘅就係走火啦。但係如果我哋留意到工廠大廈咧，佢哋嘅走火通道咧，其實係有幾個嘅門，有幾個嘅方向嘅。所以其實如果真係有火燭嘅話咧，要走火警嘅話咧，其實絕對唔難，而且係容易去逃生。相反地，雖然表面你係合法，但係隨時咧，其實火燭嘅時候就死硬嘅。嗱，以我自己教會為例，點解我會咁熟悉咧？其實我哋喺03、04年度，如果冇記錯嘅時候，我哋咧就曾經咧要教會擴展，我哋就想揾工廠大廈。咁喺太平裏邊咧，工業園或者隔離有3座叫太平工業大廈咧，就喺我哋大埔呢一區，我哋去探討過。而當時都有4間嘅教會咧喺呢啲工廠大廈裏邊。我又好記得當年喺父親節嘅主日，我哋下晝就借咗其中一間嘅教會，佢哋好大嘅，咁呢，我哋就做聚會，我都覺得非常合適嘅。咁啊，頭先我講啦，就係走火通道。嗱，我哋自己教會呢，即係永恩堂嘅大寶堂裏邊呢，有一個物業就喺仁興街，就係火車博物館對面嚟嘅。咁我哋就俾消防處即係檢查過晒啦，咁係完全冇問題㗎啦。但係如果用實際嚟講，如果火燭就死梗，因為點解呢？我哋係有3道門，但係3道門都係向住同一個方向嘅。咁咧，如果正喺門口嗰度火燭呢，我哋就走唔到噶啦，困住晒，因為冇後門俾我哋走到。但係而家我去睇好多工廠大廈呢，咁呢就都見到呢，每一道呢都至少有2-3道唔同嘅門呢，同埋係唔同方向嘅，可以走到嘅。所以即係如果你以單一個單位嚟去睇咧，咁絕對冇問題。我哋當年咧就正式入紙同政府申請22個部門，我哋畫晒則，亦都咧寫晒信。咁啊有21個部門咧就批准咗，係唯有咧消防處就唔批。咁我記得我同消防處嘅幫辦嚟去傾嘅時候咧，佢結論係咩？係牧師，我唔夠你講啦，因為講乜都俾我駁到嘅。嗱，正如頭先我所講，走火。喂，好大啦！佢話啲人流呢，你哋呢，因為唔固定嘅喎，咁啲人咪唔熟悉咯。我冇嘢㗎，我哋喺嗰啲出口度呢，大字標題係好搶眼。咁我同佢講，工廠做工嗰啲工人呢，都係點樣呢？都係人流好多嘅喎，即係好唔固定嘅喎。呢個月喺呢間工廠打工，可能幾月之後就換咗另外一批嘅工人，而且工廠亦都唔會有走火警㗎。咁而且我仲話到工廠大廈裏邊呢啲工，如果真係做工廠嘅話呢，好多機器佢哋呢好唔方便。即係另外你冇睇輕，即係睇得我哋教會咁重啦，人數唔係好多嘅就可能好大嘅空間，我哋可能只係100-200人聚會，所以要走嘅時候係好容易。咁佢唯一真係一樣嘢我值得我考慮嘅就係咩呢？佢話冇嘢㗎。佢話因為好可能喺工廠大廈裏邊有啲嘅廠呢係有危險物品㗎。
如果火燭嘅時候你哋就麻煩啦。咁我就亦都講笑同佢講，咁如果我揀即係1樓或者2樓，咁我咪變咗逃生容易咯。咁佢話，咁有陣時啲火車運貨入嚟嘅時候，突然之間火燭，咁咪封咗嗰個嘅樓梯咯。咁我如果佢封咗嗰個樓梯，我喺第二個樓梯走啦。我就算係咁嘅時候，唔好理話工唔工廠大廈裏邊做教會啦，就算上邊啲工人啊，如果樓下火燭封晒啲路，都係大問題啦，係咪先？咁所以佢話：哎呀，我唔夠你講啊，牧師，即係講咗都俾我贏。不過我亦都係唔會批俾你噶啦。如果我淨係批俾你一間咧，就問題唔大。但係咧就開咗先例，嗱，呢個就係政府做嘢啦，好驚開先例。所以佢都講可能係成棟大廈咧，將佢轉晒咧就可以。咁事實上喺10年裏邊咧，政府曾經咧真係咧即係商議過咧，就係將工廠大廈嚟活化。咁但係呢一啲嘅情況咧，未見其利咧，就先見其害啦。搞到工廠大廈咧係越嚟越個租金貴。咁我喺荃灣咧，即係葵涌嗰邊咧，就見到咧有一間嘅工廠大廈已經轉咗做酒店啦，就嚟會開幕添。咁但係咧，據翻嗰啲嘅資料，就係咁多年由10年開始到而家咧，只係得10幾20間嘅工廠大廈咧係可以咧申請到啊。咁咧10年推出，咁咧但係咧結果喺過去嘅2年啊，即係11年同埋12年咧，成功獲得批准嘅只得20間嘅。咁所以咧其實係政府佢嘅政策咧產生咗好多嘅問題。咁而我哋亦都睇到今日咧教會要揾自己嘅地方真係越嚟越難啦。商業區，譬如好簡單舉個例，我哋睇大埔啦，大埔中心，咁啊雖然係新鴻基，咁咧其中一個負責人都有基督教背景，但係佢哋一定唔會咧俾啲鋪咧嚟到係去租俾教會用嘅。好啦，咁我哋就只可以走去邊皮，所以大埔咧好多教會都係喺中心點以外，落到去而家就稱之為舊墟，但係其實就係新墟嗰啲嘅，即係唐樓嘅地下啊，或者嗰啲嘅鋪位咧，所以有啲教會街，一條街裏邊咧有6、7間教會。咁一係就租領會啦，但係都好多嘅限制，同埋租金好高。咁而家我預備我哋嘅教會都喺九龍灣裏邊咧，即係想服侍一啲在職嘅人，我哋就喺工業區裏邊嚟去做教會。咁我哋咧就去揾嗰啲嘅契約係可以容許做教會嘅。我俾大家聽，我哋已經睇咗6、7間啦，但係都好失望。就係我哋睇啱嘅地方，可能同啲負責人嚟去傾，點知再呈翻上佢哋公司嘅總部，就話我哋係啲商業大廈係唔會租俾教會用嘅。咁啊，有嘉里建設啦，有信和啦。嗱，我哋唔係唔肯出錢啊，我哋願意付更加多啲嘅租金，即係都肯嚟到係去付呢一個即係依足法例做嘅嘢，但係咧都竟然係被拒絕。所以而家我哋有啲妄言啊，如果我真係要喺嗰度開教會嘅時候，但原來發覺係冇地方，係人哋唔會租俾我哋。咁所以一個好大嘅無奈。好啦，但係法例又點呢？今日我都問過啲律師，有陣時有啲嘅法例呢，都有啲嘢你好難去進行。好簡單舉個例，其實每一個場呢係要容納幾多人嘅，咁啊有規定。咁但係如果你開佈道會，係我買咗火險啦，嗰度呢即係話明係坐400人嘅啫。如果嗰日係突然之間多咗20個人，係咪要趕走20個人呢？有陣時有啲嘢唔係咁樣咯。而家香港所有嘅報紙檔呢，都完全唔合法嘅，因為啲法例係好耐之前即係所定落。如果要依翻法例嘅時候，所有嘅報紙檔都要被封查，因為點解呢？當年嘅法例呢，只要俾你打橫擺5份報紙嗰個嘅 size， 但係政府又冇去修例喎。咁我再諗遠啲一層，就係乜嘢呢？好簡單舉個例，今日我哋去傳福音，去到一啲回教嘅國家，去到一啲南亞嘅國家，我哋絕對唔可以用宣教士嘅身份去當中呢參與佢哋嗰個嘅宗教嘅事務，或者嚟去傳福音。國內都唔得啦，有好多人就以老師嘅名義
或者專業人士，然後或者用作家，用唔同嘅身份入到某啲地區裏邊，但事實上我哋從事傳福音嘅工作嘅。喺國內裏邊咧，家庭教會係被視為不合法嘅。喺國內裏邊傳福音咧，只有喺禮拜堂裏邊，唔可以踏出禮拜堂以外嘅，唔可以向細蚊仔傳福音嘅。咁我哋係咪因為咁嘅緣故咩都唔去做呢？咁所以有陣時我哋都需要去反思，我哋係要去遵守法例，我哋絕對唔係刻意去違法。但係某一啲法例裏邊又好似產生咗問題嘅時候，咁我哋點樣去處理？大衛去逃亡嘅時候，祭司都俾陳設餅去食，但係呢陳設餅原本係俾祭司食嘅。耶穌曾經引用過呢一個嘅事例。仲有我睇翻大衛佢逃亡去非利士人嘅地方，嗰個係過渡期嚟嘅啫。佢喺個當中2年幾，咁咧甚至做咗啲嘢好唔理想。但喺歷代志裏邊又講到，即係喺嗰2年幾裏邊呢，有唔同嘅支派，包括埋便雅憫支派嘅人呢，你有投奔大衛。於是佢組成一隊嘅軍隊，聖經描繪好似耶和華軍隊咁強盛添。咁所以有陣時嗱，我絕對嘅唔會刻意地話去違法，但係即係教會喺工廠大廈裏邊係咪真係唔可以呢？從實際裏邊嚟講，我覺得係可以，而且幾好嘅添。但我就希望政府能夠盡快嘅修改呢啲嘅法例，真係活化呢啲嘅廠房，讓呢啲廠房呢可以呢，即係嚟到係去俾更多人呢嚟到係去參與喺佢哋當中去發展，譬如可能係民間嘅藝術啦，有啲嘅 band 房啦，或者教會嘅活動。呢個就係政府要去面對嘅一件事。